另外我都好開心，作為中國人，作為亞洲人都可以喺咁大嘅舞台同埋咁大嘅場面度，即係有得獎有人欣賞啦。咁我都係覺得，尤其是呢幾十年其實係好有進步嘅，可以喺世界各地唔同血統、唔同膚色嘅人啦，都係可以喺啲咁重要嘅比賽度得獎同埋有人賞識啦。咁亦都係音樂存在嘅其中一個原因啦，即係可以咁樣去 connect 世界各地唔同嘅文化同埋人啦。但係我最深刻印象睇佢嘅眼神，佢個眼神好似好享受音樂，好開心咁。咁就我覺得呢個細路對音樂嘅熱情一定好緊要。但係佢會講出話：誒你聲音暖啲噃，啊或者我係攞顏色嚟表達呢。要接觸好多唔同嘅文化係好重要嘅，但係我始終嗰個根底都係叫做中國文化同埋係中國人咁樣啦。我哋中國人其中一個優點就係我哋做嘢嗰個認真啦，同埋嗰個 discipline 啦。咁我呢個一度都會係帶住我周圍去走。好似我覺得好似李白係一個意境嚟嘅。中國人有咁嘅詩詞嘅底咧，就對於彈 Debussy 啊，好似或者肖邦啊，就有優勢嘅。彈琴嘅時候，我都係即係好似講到我全部其他方法講唔到嘅嘢出嚟咁樣咯。咁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喺香港學琴，已經好多機會可以聽好多大師嘅演奏會啦，同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世界各地著名嘅老師會嚟教大師班，我亦都有好多機會彈俾呢啲大師聽。我喺演藝學院學咗8年啦，亦都有好好嘅老師，係黃以倫老師，同埋有其他樂理啊、合唱團啊或者作曲嘅老師，我都有跟佢哋學習。咁其實都幫我打咗個好好嘅基礎。有咧演藝學院就過去嘅40年咧，其實喺青年嘅培訓咧，我哋就用咗音樂學院嘅 Junior Music， 即係阿 Aristo 從細個學到佢去離開香港嘅時候嘅一個訓練。咁另外舞蹈學院咧，我哋亦都有一個叫青年精英舞蹈課程。希望我哋呢一兩個咁嘅課程咧，可以幫手栽培到一啲或者早啲發掘到一啲年青人喺呢兩方面嘅藝術嘅天分嘅學生。音樂嘅神奇嘅地方就係可以超越咗所有語言文化嘅障礙啦。